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翻嚟察局最前線。今日我哋要講嘅呢單新聞真係比電影更荒謬，比小說更離奇。中東戰火短短7日之內急速蔓延至14個國家，局勢徹底失控，形同第3次世界大戰嘅前奏。傷亡數字慘重，伊朗宣稱超過1230人死亡，當中包括超過200名兒童。黎巴嫩亦都有超過100人喪生，以色列方面都有數十人傷亡。但係最令人震驚嘅唔單止係戰火嘅蔓延，而係美國嘅介入方式。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竟然公開表示，美國應該參與決定伊朗下一任最高領袖嘅人選。話呢句說話真係霸氣外露，公然干預他國內政，完全唔將國際法放喺眼內。同時，美國海軍喺斯里蘭卡附近嘅印度洋無預警咁擊沉咗一艘啱啱參加完聯合軍演嘅伊朗護衛艦，造成大量人員傷亡。呢啲舉動無疑係火上加油，令到原本已經緊張嘅局勢更加一發不可收拾。究竟係咩一回事？背後嘅博弈又係點？等我哋一齊深入拆解。要了解今日嘅局勢，我哋要由頭講起。2026年2月28日，以色列聯同美軍對伊朗首都德黑蘭發動突然空襲，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喺呢次空襲中喪生，整個中東局勢由此急速升溫。伊朗方面即刻以導彈同無人機反擊，對以色列同中東地區嘅美軍目標發射飛彈，而伊朗嘅代理武裝力量，包括黎巴嫩真主黨、葉門、胡塞武裝等，亦都紛紛介入，協同伊朗對以色列發動攻擊。一時之間，整個中東地區烽煙四起，戰火迅速蔓延。截至目前，美伊嘅空襲已經對伊朗境內目標進行超過1700次打擊，投放超過2000枚彈藥，打擊咗近2000個目標，摧毀咗數百個彈道導彈發射器同無人機，嚴重削弱咗伊朗嘅防空能力。而伊朗紅新月會公布嘅最新數字，死亡人數已經升至超過1330人，受傷人數更達6000多人，3600多處民用設施遭到破壞，當中包括3090處住宅同528處商業設施。唔知大家聽到呢啲數字係咪覺得心頭一沉？呢啲唔係電影裏面嘅特效，而係真實發生喺地球另一端嘅人間悲劇。講真嗰句，西方媒體嘅報道手法真係令人大開眼界，甚至可以話係令人嘆為觀止。當以色列派遣地面部隊入侵黎巴嫩南部，造成大量平民傷亡嘅時候，西方主流媒體係點樣報道嘅？佢哋將呢啲行動描述為自衛同精準打擊，將上千平民嘅死亡輕描淡寫為附帶傷害，係難以避免嘅代價。但係如果換轉係其他國家做出類似行動，佢哋就會用最嚴厲嘅字眼去譴責，話係恐怖主義、戰爭罪行、人道主義災難。呢種極度嘅偽善同雙重標準，真係令人睇唔過眼。我哋不妨做個比較：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西方媒體鋪天蓋地嘅報導，將俄羅斯描繪成邪惡嘅侵略者，將烏克蘭塑造成英勇嘅受害者。但係當以色列喺加沙造成大量平民傷亡嘅時候，同一批媒體就變得異常克制，甚至為以色列嘅行動辯護。呢種選擇性嘅道德標準究竟係基於咩原則？大家試下企喺中東人民嘅角度諗下，佢哋每日生活喺惶恐之中，唔知幾時會有導彈落喺自己頭上，唔知幾時會失去至親。但係西方社會就喺度玩弄文字遊戲，將侵略包裝成自衛，將屠殺包裝成精準打擊。呢種做法唔單止解決唔到問題，反而會激起更多嘅仇恨同反抗。我個人嘅睇法係，如果國際社會繼續容忍呢種雙重標準，中東嘅和平永遠都只會係一個遙不可及嘅夢想。真正嘅和平唔係靠武力強加嘅，而係靠公正平等嘅對話同協商達成嘅。而家我哋要講今日嘅重頭戲，特朗普嘅驚人言論。2026年3月5日，特朗普接受美國媒體 Axios 訪問時，公開表示佢必須參與伊朗新任最高領袖嘅遴選，並且明確話唔接受已故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嘅兒子穆傑塔巴作為繼承人。哇！呢句說話真係震驚全場。一個國家嘅領導人公開聲稱要參與另一個主權國家嘅最高領袖選舉，呢係咩概念？如果伊朗領導人話要參與美國總統選舉，特朗普會係咩反應？相信唔使我講，大家都知道答案。呢種美式帝國傲慢其實係有歷史根源嘅。大家記唔記得1953年嘅伊朗政變？當時美國中央情報局同英國軍情六處聯手策動政變，推翻咗伊朗民選首相摩薩台，恢復咗巴列維國王嘅統治。原因係摩薩台想將伊朗石油國有化，損害咗英美嘅利益。
呢次政變係伊朗人民心中永遠嘅傷痛，亦都係伊美關係長期緊張嘅根源之一。而家歷史彷彿要重演，特朗普以為自己搞定咗委內瑞拉，就以為伊朗都係任佢拿捏嘅。但係伊朗唔係委內瑞拉，伊朗係一個有幾千年文明歷史嘅古老國家，係一個有8000多萬人口嘅大國，係一個擁有相當軍事實力嘅地區強國。呢種妄想只會適得其反，激起伊朗人民更強烈嘅民族主義情緒。伊朗駐聯合國大使對特朗普嘅言論作出強烈譴責，怒斥美國干預伊朗內政係對伊朗主權嘅嚴重侵犯。而伊朗國內，特朗普嘅言論亦都激起咗廣泛嘅憤怒情緒，令到原本因為戰爭而有所動搖嘅民心反而更加凝聚。如果你係伊朗人，聽到一個外國領導人話要決定你哋國家嘅最高領袖，你會係咩感受？歡迎大家喺留言區分享下。除咗特朗普嘅言論，仲有一件事同樣令人震驚，美國海軍喺公海擊沉伊朗護衛艦。根據報道，美國一艘潛艦喺印度洋靠近斯里蘭卡海岸嘅公海水域，用魚雷擊沉咗伊朗護衛艦伊里斯德納號，艦上約有180人，造成大量人員傷亡。美國防長赫格塞斯喺五角大樓新聞發佈會上確認咗呢件事，並且以一種近乎炫耀嘅語氣話，一艘美國潛艇在印度洋擊沉了一艘伊朗軍艦，這艘軍艦原本以為在國際水域很安全，結果卻被魚雷擊沉。呢句說話真係令人不寒而慄。原本以為在國際水域很安全，呢句話嘅潛台詞係咩？係話喺美國嘅眼中根本就冇所謂嘅安全國際水域，只要美國認為有需要，任何地方都可以成為佢嘅打擊目標。呢種赤裸裸嘅霸權宣示係對國際法嘅公然踐踏。更加值得關注嘅係，呢艘伊朗護衛艦係啱啱參加完聯合軍演之後返航途中被擊沉嘅。喺公海上無預警咁擊沉一艘正在執行正常任務嘅外國軍艦，呢係咩行為？根據國際法，公海係所有國家共享嘅，任何國家都有喺公海上自由航行嘅權利。美國嘅行為係對呢個基本原則嘅嚴重違反。衛星影像亦都顯示，美爾空襲已經重創伊朗海軍導彈設施同核基地，至少11艘伊朗海軍艦艇遭到摧毀或損毀。伊朗嘅海軍戰力正在世界關注中上演全面瓦解。中東大亂局絕對唔單止係地區性嘅問題，佢對全球經濟嘅影響絕對不容忽視。中東係全球最重要嘅石油產區，霍爾木茲海峽更係全球石油運輸嘅咽喉要道。根據美國能源資訊署嘅數據，2022年約有82%嘅離開霍爾木茲海峽嘅石油係運往亞洲㗎。一旦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全球石油供應就會面臨嚴峻危機，油價勢必暴漲，通脹加劇，全球經濟衰退嘅風險越來越高。根據高盛石油研究主管嘅分析，市場目前預期呢場戰爭大約會持續4個星期。但係如果戰爭及海峽實際封鎖時長超出預期，經濟後果就將不堪設想。一旦區域儲油設施庫容耗盡，原油生產被迫關停，市場就只能通過強制性嘅需求破壞實現再平衡。對於我哋香港人嚟講，呢場遠在中東嘅戰爭係咪真係事不關己？大家諗下，香港係一個高度依賴進口嘅城市，能源、食品、各種物資都需要從外地進口。一旦全球通脹加劇，油價飆升，香港市民嘅生活成本就會大幅上升。普通打工仔往往就係咁成為咗地緣政治嘅犧牲品，喺完全唔知情嘅情況下，就要承受呢場遠方戰爭帶嚟嘅代價。但係凡事都有兩面，美國嘅霸權行徑亦都促使咗全球南方國家嘅覺醒，越來越多國家意識到不能夠再依賴單一嘅超級大國，必須走向多邊主義嘅世界新秩序。中國外交部宣布將派中國政府中東問題特使謝度于近期訪問中東地區，為推動緊張局勢降溫作出積極努力。呢個舉動係中國嘗試喺中東地區發揮更大外交影響力嘅體現。大家記唔記得2023年中國成功斡旋沙特阿拉伯同伊朗復交？呢次中國又會唔會再次發揮關鍵嘅調停作用？而巴基斯坦亦都出面勸告伊朗保持克制，唔好輕舉妄動，避免局勢進一步升級。呢啲外交努力係否能夠奏效，暫時仍然係未知之數。我個人嘅判斷係呢場中東大亂局係全球秩序重塑嘅一個重要節點。美國嘅霸權正在面臨前所未有嘅挑戰。當越來越多國家對美國嘅行為感到不滿，當全球南方國家越來越傾向於走自己嘅路，美國所謂嘅國際秩序就會越來越難以維持。呢場比電影更荒謬嘅國際博弈，最終會點樣收科？係美國嘅霸權繼續主宰世界，
還是多極化嘅新秩序逐漸成型？我哋拭目以待。講到呢度，我想同大家分享下我個人嘅睇法。其實我覺得最核心嘅問題係國際秩序到底係由邊個嚟定義？如果所謂嘅國際規則只係為咗維護少數強國嘅利益，咁呢個世界仲有咩公平可言？特朗普話要參與決定伊朗最高領袖，呢句說話背後嘅邏輯係美國有權決定其他國家嘅命運，但係呢種邏輯係建立喺武力同霸權之上嘅，唔係建立喺公平同正義之上嘅。一個真正嘅大國應該係用自身嘅影響力去促進和平，而唔係用武力去強加自己嘅意志。大家有冇同感？如果你係中東國家嘅領導人，面對美國嘅步步進逼，你會點做？係選擇妥協，還是選擇抵抗？呢個問題冇標準答案，但係值得我哋深思。今日嘅拆局就去到呢度。對於呢件事，唔知大家又有咩睇法呢？你覺得中東局勢下一步會點發展？特朗普嘅霸權行徑最終會帶嚟咩後果？歡迎喺下面留言同我分享下。留言區見。我哋拆局最前線會繼續同大家密切跟進呢件事嘅最新發展，為大家帶嚟最深入嘅分析同最快嘅資訊。好戲在後頭，呢個局仲有好多值得拆解嘅地方。記得訂閱我哋頻道，撳埋個鐘仔，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最新影片啦。多謝大家嘅支持，我哋下次見。